若伫顶一日1月13总统立委选举的迄天，有一个查甫人，伊是走去中选会的面册留话，讲要甲中选会还有赖清德上任的所在崩掉。检调赶紧成立专案小组，已经找到这个人。伊是坦白讲，伊是一时冲动，毋过伊的行为已经犯法，所以向移送法办。谢谢所有台湾人民。带领竞选团队深深一击强，这届大选由赖清德、萧美琴当选总统、副总统。不过选举迄天开票的结果确定了后，中央选委会人面册未作业，煞有人留话要伫5月20赖清德上任的迄天，甲选举委员会总部，还有赖清德上任的地点炸掉。检警组专案小组深入追查，锁定屏东一个姓罗的查甫人。多少的网络他去申请申请这个高某某的这个脸书账号，那再利用这个高某某脸书账号到这个我们中选会的脸书的粉专去进行留言恐吓就是在1月13号开票结果出来的时候。警方表示，这个姓罗的查甫人虽然用公共场所的网络申请假口座，不过调人面册相关的资料，要是会当找出伊的身份。而是去这个姓罗的查甫人，伊伫屏东的徛街所在，甲伊逮捕，而且查考伊的手机还有笔记型电脑。初步的巡视，那确认这个罗姓嫌犯家中并没有这个危险的爆裂物存在。警方确认姓罗的查甫人因兜无危险的物品，伊讲是一时冲动，感觉真后悔。因那总统府回应讲，感谢相关单位真紧就抓到嫌犯。台湾的社会有言论自由，不过国家社会安定是袂当讲算笑。呼吁有心人士唔通违法，因为这个查甫人的行为已经涉嫌犯刑法151条恐吓公众罪，相当恐惊罚金2年以下有期徒刑。记者综合报道。